2026年屬龍嘅朋友，今年你哋嘅運程咧，關鍵咧就係靠自己啦。因為今年咧你冇衝合太歲嘅劇烈動盪，亦都冇吉星嘅照應，所以一切成敗咧都係取決於你自己個人嘅選擇同埋你務實嘅行動。今年嘅重點咧就係要關注咧3粒凶星。第一咧就寡宿啦，你好容易會感覺到咧心靈咧好孤單㗎。咁社交機會咧減少咗，記住咧自己咧主動約翻啲老朋友，培養一啲新嘅興趣，自己去創造一啲溫馨人際嘅聯繫。第二咧就係血印啦，你提防自己咧會有啲輕微嘅損傷啦，一啲小嘅意外，做運動啊或者用一啲工具嘅時候咧，你特別要格外留神。第三就係天狗，喺破財同埋呢個遺失物件嘅風險咧會提升咗，所以咧關於一啲財務嘅管理啊要保守。喺啲貴重嘅物品咧，要妥善咁保管好，避免咧啲高風險嘅投資。總括嚟講咧，今年咧記住呢個口訣：破孤寡就主動連結，擋血光咧凡事小心，守財富就穩健為上，潛積累靜待風來。想了解更多關於呢個增強人際關係、守住財富、避免呢個意外嘅實用方法，記得分享同埋留言。2026運勢，老師會協助大家，記得 WhatsApp 我啦。